Hello，大家好啊！我係祖記啊。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回顧一下10間咧已經係消失咗嘅食店啊，睇下邊一間咧大家以前係有幫襯過嘅先。首先咧就想同大家做個互動先喎。喺今集介紹嘅10間食店入邊咧，每一間祖記啦喺前面咧已經係俾咗個 number 佢哋啊。咁睇下啦，大家對於邊一間啦係最有感覺、最唔捨得嘅啦。咁啊就寫低個食店啦喺個留言區嗰度啊，同大家去交流翻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講翻啦，大家點解係最唔捨得嗰一間嘅食店啊？咁啊大家啦仲記唔記得啦？以前啦喺放學嘅時候最中意啦係去邊度食嘢啊？咁係去元綠壽司啦，係食辣辣壽司，定係咧係去許留山嗰度啦，係食芒果西米露啊！咁隨住時代嘅轉變啦，呢啲嘅食店啦好多啦都已經係關門啦，咁啊已經係揾唔翻啦。今集啦，祖記就會咧係一一啦同大家啦係回顧翻晒啊！咁啊大家啦就千祈唔好錯過。咁開始之前啦，希望大家可以訂閱祖記3台呢一條頻道啦。咁呢一條頻道啦，主要啦係揾翻一啲啦以前啦已經係消失咗嘅事情啦，一啲新聞嘅熱話去同大家啦係去報導翻嘅。咁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嘅題材啦，咁啊希望大家啦可以係訂閱埋啦。咁咧如果 OK 晒嘅話咧，我哋依家咧就即刻睇一睇第一間已經係消失咗嘅食店係邊一間先。第一間要同大家回顧翻嘅咧，就係珍寶海鮮舫啦。咁佢咧就係喺香港仔避風塘入邊咧一間係極具代表性嘅海上餐廳嚟㗎。咁佢咧就同並排嘅太白海鮮舫啦，係組成咗珍寶王國㗎。而單計珍寶海鮮舫自己本身啦，佢嘅船身啦係長達79米，高啦係高達啦28米咁多㗎。根據香港海事處運作牌照嘅記錄啦，咁佢嘅法定最高載客量咧就係1746人啦。長期以嚟咧都係以前嘅訪港旅客到訪南區嘅重要旅遊地標啊！咁呢一間食肆嘅外觀同埋內部嘅裝修咯，都係好有特色嘅。成隻船啦都係仿照住中國傳統嘅宮廷嘅設計啊！船艙入邊啦係設有手工雕刻嘅龍椅同埋鳳椅。咁呢一種中式古典風格啦，經常啦都係吸引咗好多嘅影視作品啦係前嚟取景㗎。就例如係周星馳嘅經典電影《食神》入邊啦，最後嗰一場廚藝決戰嘅拍攝場地啦，就係太白海鮮舫嗰度拍嘅啦。咁隨住時間嘅過去啦，呢一間海上食府啦係面對住咧長年嘅虧損啊，並喺啦2020年3月起啦，因為疫情啦係正式停業㗎。咁由於啦牌照到期啦，而且啦係未有機構啦係接手營運啦，母公司啦最後啦就喺2022年嘅6月啦就將佢啦係移離香港，並且啦係計劃啦係拖去柬埔寨嗰度嘅。可惜啦喺啟航幾日之後啦，船隻啦就喺南海嘅西沙群島附近嘅水域啦係遇到風浪啊，船身啦係入水傾側嘅，最後啦就喺2022年嘅6月19號咧係沉沒啦，正式啦就告別咗歷史嘅舞台啦。第二間要介紹嘅咧就係名將壽司喎，佢咧就係喺香港一間啦係好有話題性嘅連鎖壽司店啊。雖然啦大眾最熟悉深水埗西九龍中心嘅旗艦店啦，但係其實咧佢喺全盛時期啦已經啦係喺全港啦係擁有10幾間嘅分店啊，屬於啦係極具規模嘅港式迴旋壽司連鎖網絡嚟㗎。咁呢一間食肆喺本地嘅網絡文化入邊啦係佔有係好重要嘅位置啊，因為咧佢嗰啲壽司個口味啦就係非常獨特啦。當年啦係被唔少嘅網民係笑稱啦佢係劣食之塔或者啦係地獄壽司啊，咁啊成為咗啦係嗰個年代嘅一啲嘅集體回憶嚟㗎。咁呢一間餐廳啦之所以啦係引人注目啦，就係在於啦佢推出嘅自創食品啊，佢哋咧就打破傳統日式壽司嘅框架，研發咗啦係多款嘅奇特口味啊。當中咧最著名嘅包括咧就係紅豆軍艦啦，以及咧係啫喱軍艦同埋咧係鹹魚壽司呢啲㗎。咁啊唔知道大家啦仲記唔記得啦？咁啊呢啲配搭啦喺當時咧係引發咗好大嘅迴響啊，更加啦係令到當時嘅中學生或者係一啲嘅後生仔啦，係將幫襯名將咧係當做一種大冒險啊，或者咧係一啲啦係打倒落敗嘅大懲罰啦，專程啦係去嗰度咧係挑戰美國咁樣嘅。咁啊雖然佢哋嗰啲食物嘅評價就係好兩極咯，但係因為嗰個價錢咧係非常咁便宜啊，咁啊全盛嘅時期咧係吸引咗大批嘅學生係捧場噶。不過咧
就隨住市場嘅轉變啦，分店咧喺之後咧就陸續減少啦。西九龍中心嘅旗艦店咧就喺2014年嘅5月咧就做大裝修啊，並且咧係改咗名叫做咧係韓日燒，係轉型營運嘅。而全港最後一間以名將壽司招牌營業嘅沙田分店咧，就喺2020年嘅3月底啦係結業啊，標誌住啦呢一個招牌啦係正式啦係走入咗歷史啦。第三間要同大家回顧嘅消失的食店咧，就係東東雲吞麵啦。佢哋咧就喺80-90年代咧，係香港人好熟悉嘅雲吞麵連鎖店嚟噶。咁啊喺1988年係開業，一開始嘅發展咧係非常之迅速嘅。由最初幾間嘅分店啦，到咗90年代初期全盛嘅時期啦，喺全港各大嘅屋邨同埋商場啦，係擁有超過30間分店啊，建立咗一個啦係好貼近大眾生活嘅飲食網絡噶。當時電視啦更加啦係經常播放佢哋嘅廣告啊，當中嗰句啦，東東雲吞麵密食當三餐咧，更加係深入民心啊，成為當時啦好多人嘅口頭禪噶。咁呢一間雲吞麵嘅一大特色啦，就係主打快靚正嘅速食文化。鋪頭嘅運作效率咧係極高嘅，廚房同埋樓面啦就配合得好好啦。咁啊，大家喺落單之後咧，基本上咧就係即叫即到啊，非常適合啦係追求效率嘅打工仔同埋當時嘅學生哥。咁啊，除咗招牌嘅雲吞麵之外啦，佢哋嘅炸醬撈麵同埋腸粉咧，亦都係相當出名嘅，價錢親民啦，而且份量十足啊。當年啦係深受一眾街坊嘅喜愛啊。不過啦，到咗2000年代嘅初期啦，東東雲吞麵嘅業務啦就逐漸係萎縮啊。最終咧就喺2006年嘅年底咧，隨住咧係位於樂富最後一間分店咧係正式結業咧，呢一間嘅雲吞連鎖店咧就此咧係完全咧係撤出快餐嘅市場啊，正式咧就係告別咗香港嘅街坊啦。哈迪斯喺90年代嘅香港係非常受歡迎嘅美式快餐店嚟喎，佢哋咧就喺1991年啦係由恒基兆業啦係引入嚟香港嘅，全盛嘅時期啦喺全港啦係擁有超過25間嘅分店啊，而且咧選址都係非常進取嘅，主要啦就係盤踞喺中環啦、尖沙咀啦同埋係旺角呢啲嘅核心商業地段，同埋咧係各大嘅潮流商場嘅。咁啊，同當時其他嘅連鎖快餐店相比啦，哈迪斯嘅裝修設計同埋食物風格啦，都係充滿住濃厚嘅美式色彩啊！喺當年啦，係好多潮人同埋後生仔放學放工嘅聚腳點嚟㗎。咁講到呢一間快餐店嘅食物啦，多年嚟喺網絡上咧都係被奉為啦係神級嘅代表啊！當中佢哋嘅炸雞蘑菇飯同埋啦係西部牛仔飯啦，更加啦係被大批嘅網民啦視為啦係無可匹敵嘅快餐界嘅天花板嘅喎。咁啊，除咗呢幾款嘅招牌之外啦，佢哋首創嘅招牌炸薯圈咧，亦都係靈魂所在啊！咁啊，外脆內軟嘅口感，再加上咧係獨特嘅調味啦，令到啦係無數香港人啦，即使啦係過咗咁多年啦，到依家啦依然係念念不忘噶。可惜啦，到咗2000年代嘅中期啦，呢個快餐王國啦就面臨住啦係經營嘅危機啊，因為租金壓力以及啦係未能同美國總公司就特許經營權嘅續約啦係達成協議啦。哈迪斯最後啦就喺2006年嘅12月28號啦，咁啊隨住中環皇后大道中同埋馬鞍山嘅最後2間分店係停業啦，正式咧就係全線結業，並且啦係撤出香港嘅市場啦。不過啦，佢哋嘅影響力咧就冇咁樣係隨時間係消失喎，直到近年啦喺各大嘅網絡平台上面啦，依然啦係經常有網民啦係發起爭取啦哈迪斯重返香港嘅討論嘅，甚至啦每逢愚人節都會啦係成為熱話，可見啦佢哋喺港人心中嘅地位㗎。海皇粥店啦，就係香港傳統中式餐飲業入邊一個劃時代嘅品牌啊！佢哋咧就喺1992年係創立啊，係香港第一間啦，將廣東傳統粥品進行標準化同埋咧係連鎖式營運嘅先驅嚟噶。喺全盛嘅時期啦，呢一個品牌啦喺全港擁有啦係超過30間嘅分店啊！由核心嘅商業區去到各個嘅大型屋苑啦，都可以係見到佢哋嘅足跡噶，建立起一個啦係非常之龐大嘅中式連鎖餐飲網絡噶，長年啦係穩佔住本地粥界嘅龍頭地位噶。咁呢一間連鎖店最大嘅貢獻啦，就係在於啦係改變咗香港人食粥嘅習慣啦。
成功咧係令呢一種平民美食咧係企業化。佢哋咧就將原本咧係喺環境簡陋嘅舊粥鋪嘅生滾粥、艇仔粥同埋係油炸鬼咯，係帶入去裝修明亮、環境乾淨，而且咧係有冷氣開放嘅現代鋪頭入邊嘅，咁令到啦係普羅大眾同埋係打工仔啦都可以啦係喺一個更加舒適嘅環境入邊啦，係去細味傳統嘅廣東粥品文化。咁啊，除咗引進現代化嘅管理之外啦，海皇粥店喺宣傳同埋推廣上面咧，亦都係非常大膽創新。佢哋就喺2024年嘅10月啦，喺經營步入寒冬之際啦，曾經係喺灣仔嘅分店啦推出過啦，係轟動全港嘅10蚊中式早晨放題啊，等市民啦可以係喺限時之內啦任食瑤柱白粥、豆漿同埋啦係4款嘅指定遊戲噶，咁啊吸引咗啦係大批嘅市民啦係跨區大排長龍咁樣去挑戰啊，成功啦係引發咗極高嘅討論度啊。可惜近年啦，就因為啦係整體嘅經濟環境轉變啦，佢哋嘅財務狀況咧就係急轉直下，最後咧就喺2025年嘅5月啦，海皇粥店就無奈咁樣啦係對外宣布全線嘅業務啦係即日終止嘅，並且咧係以債權人自願清盤嘅方式咧係關閉全港剩餘嘅7間分店啊，正式咧就為呢一個營運咗係33年嘅粥業王國啦係畫上句號嘅。元綠壽司咧就係香港日式餐飲發展史上一間超級嘅食店嚟嘅喎，佢哋咧就喺1991年創立啊，咁啊初期咧就叫做啦係元綠壽司啊，咁啊留意下嗰個綠字咧係另外一個綠字嚟嘅喎，咁喺全盛嘅時期咧喺全港啦係擁有咧成41間嘅分店啊。無論係喺旺角、尖沙咀啦，都可以啦，係見到佢哋嗰個綠色嘅標誌啊。咁作為香港回轉壽司文化嘅開山鼻祖啦，佢哋咧就將當年啦係屬於高檔消費嘅日式壽司啦，係帶到嚟啦一個平民嘅市場啊，成功喺本地啦係引領咗一場啦係維持咗好多年嘅壽司狂熱噶。咁啊為咗將回轉壽司係融入大眾嘅文化啦，元綠壽司喺宣傳上面啦係落咗好大嘅創意啊。佢哋喺1995去到1996年間啦，大力係贊助啦無線電視嘅王牌綜藝節目《超級無敵獎門人》噶，當中嘅經典遊戲環節辣辣壽司邊個食啦，令到食回轉壽司咧一時間啦係成為咗啦全港瘋狂模仿嘅潮流噶。佢哋咧唔單止係帶起咗食回轉壽司嘅潮流啦，亦都啦係成為咗80-90後啦無數香港人第一次啦係食壽司嘅地方啊。不過咧隨住啦後嚟有更加多新一代嘅壽司店，就好似係元氣壽司咁樣啦，陸續啦係進駐香港啊，市場嘅競爭啦就變得啦係日趨激烈啦。元綠壽司嘅業務啦，亦都啦係逐步萎縮啊。去到係2012年起啦，全港咧就更加啦係只係得返啦係一間嘅分店。咁呢一間啦就係位於天水圍嘅分店喎。而喺2016年嘅2月底啦，亦都啦係正式啦係關閉埋㗎。咁呢一個殿堂級嘅元祖品牌啦，亦都啦係正式咁樣咧係絕跡咗香港㗎。許留山喺香港嘅甜品界啦，係一個傳奇嘅品牌嚟㗎。最勁嘅時候啦，喺全港啦係擁有超過50間咁多嘅分店啊，更加啦係成功將佢哋嘅版圖啦係擴展去到中國內地、台灣、馬來西亞，甚至係日本、韓國啊。咁啊，建立起一個啦係全球擁有啦係幾百間分店嘅甜品帝國㗎。其實呢一個老字號啦係歷史悠久嘅喎，早喺1960年代咧就已經係創立咗㗎啦。初期啦就由創辦人許慈玉啦，以佢爸爸許留山之名啦，喺元朗啦以車仔檔嘅形式啦，係售賣傳統涼茶同埋龜苓膏啦係起家嘅，屬於啦係非常之地道嘅中式傳統老店嚟㗎。咁啊，直到1990年代啦，許留山就迎嚟咗啦係最關鍵嘅轉型啦。佢哋咧就大膽創新啦，喺1992年啦係獨家研發出啦全港首創嘅芒果西米露啊，結果咧就一炮而紅喎。徹底啦就帶起咗啦係全港市民啦係食鮮果甜品嘅狂熱咯。隨後啦就到咗2000年啦，佢哋啦就更加啦係進一步啦首創杯裝外賣特飲啊，
當中嘅芒椰奶昔同埋咧係各款嘅芒果爽特飲咧係大受歡迎嘅，將新鮮芒果肉、芒果汁同埋咧係特製煙韌嘅配料咧係放到入杯中啊，開創咗啦係邊行邊飲嘅休閒文化。咁啊，亦都啦係成為咗當時啦海外遊客訪港指定要朝聖嘅地標美食啊。可惜到咗發展嘅後期咧，呢一個甜品王國啦就遇到咗好大嘅經營考驗喎。因為近年面對住劇烈嘅餐飲業嘅競爭啦，加上咧係不敵疫情嘅打擊啊，佢哋咧就陷入咗一連串嘅財務官司同埋欠租嘅風暴啊。品牌嘅資金周轉咧係出現咗嚴重問題啊！直到2021年11月底啦，隨住啦係全港最後一間位於啦係油塘大本營嘅分店都正式係結業啦。呢一個陪伴咗香港人超過半個世紀嘅鮮果甜品元祖啦，正式啦就係完全咁樣撤出咗香港嘅市場啦。Wendy's 咧喺香港餐飲史上咧一個咧係兩度進出本地市場嘅美式漢堡品牌啊！佢哋咧早喺1982年啦已經係首次係登陸香港㗎啦。當時嘅中文譯名咧就係德爾妹啊，先後啦喺中環啦、尖沙咀啦、灣仔以及啦係香港仔呢啲嘅地區啦係開設分店啦。但係喺1986年係短暫推出咗嘅，咁啊直到1991年啦，佢哋咧就捲土重嚟喎，咁啊正式係改名成為啦係大眾都熟悉嘅 Wendy's 雲迪斯啊。全盛嘅時間啦喺香港嘅高峰啦係曾經擁有11間嘅分店啊，分佈喺灣仔、北角、荃灣同埋係西貢呢啲嘅地區啊。咁呢一間快餐店喺當年嘅食物設計啦係極具特色啦，最著名嘅就係佢哋嘅方形嘅漢堡牛肉啦，成個配合埋芝士醬嘅焗薯啦，質感濃厚嘅 Frosty 飲品啦，以及啦係長年高居於榜首嘅招牌美食辣肉醬飯啦。咁喺嗰一個年代咧，店內更加係特別設有配料嘅自助吧喎。顧客啦就可以拎住啦係一個白色嘅小膠杯啦，係任擠番茄汁或者係芥辣啦。咁呢一種美式自主嘅用餐體驗啦，就成為咗啦80、90年代無數學生哥同埋市民嘅童年或者啦係青春嘅回憶啊。不過啦，到咗1997年之後啦，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嘅經濟衝擊啦，加上 Wendy's 咧堅持係要用一啲優質嘅食材啊，咁啊導致佢哋個定價啦普遍啦都係比起一啲財雄勢大嘅同行對手啦係偏高噶。咁啊面對住激烈嘅快餐市道嘅競爭啦，佢哋嘅分店啦喺90年代嘅末期啦就逐步縮減啊。最後啦喺2000年嘅1月3號啦，已經咧係正式全線關閉，並且咧係宣告撤出香港，令到呢一個啦係孖邊女孩嘅標誌咧徹底啦係走入到歷史入邊嘅。咁大家都知啦，大班麵包西餅啦係香港西餅界一個啦係極具份量嘅傳奇品牌啊。咁佢哋咧就喺1984年啦係由郭鴻坤先生係創辦啦。第一間鋪咧就係設喺牛頭角嘅淘大商場喎，係有住啦無可替代嘅冰皮月餅始祖地位啊！咁喺全盛嘅時期咯，佢哋啦喺全港係擁有28間嘅分店啊！咁啊，佢嘅連鎖網絡啦係深入去到各大嘅港鐵站啦、中轉大堂啦，以及啦係各區嘅商場啊。可以話係咧，無數香港市民返工返學順路買早餐同埋咧係買麵包嘅集體回憶嚟噶。咁呢一個品牌咧最為人津津樂道嘅成就啦，就係在於佢哋喺1989年推出全球首創嘅冰皮月餅啊。咁呢一個發明就顛覆咗啦傳統中式月餅必須要經過高溫烘焙，口感啦係比較油膩嘅百年框架。改用咧係免烘焙，口感煙韌，而且咧係必須要冷藏嘅糯米皮啊，再配以各種創新嘅果味內餡。咁呢一個舉動咧就成功啦喺本地同埋海外嘅華人市場咧係掀起咗一場咧係持續咗幾十年嘅中秋冰皮熱潮啊！但係咧近年咧呢一個品牌咧就陷入咗嚴重嘅財政困難啦，最後啦大班啦就未能係扭轉劣勢啊！喺2025年6月24號啦係突然宣布全線結業啊！全港剩餘嘅9間分店、新蒲崗廠房同埋咧係總部咧即日啦係停止營運嘅。咁呢一個橫跨咗超過40年嘅香港冰皮神話啦，就係咁樣咧就正式結束咗啦。咁最後一間消失的食店咧就係陽光一代啦。陽光一代啦就係喺1987年啦，由大快活嘅創辦人羅氏家族嘅成員羅開尼同埋咧係胡忠嘅長孫胡文佳啦係合資創立啊。
業務嘅範圍咧係非常之廣㗎。咁除咗喺市面開設快餐店啦，更加啦係喺90年代啦係大舉進軍校園啦。佢哋咧就憑藉住啦係非常龐大嘅中央廚房系統啦，每日啦係生產數以萬計嘅陽光午餐飯盒啊，源源不絕咁樣啦係送去全港幾百間嘅中小學啊，直接啦係供應咗幾代香港學生嘅午餐啊。咁除咗校園嘅飯盒市場之外啦，佢哋嘅實體快餐店喺80、90年代啦，亦都啦係做得非常之有聲有色啊。當時啦，佢哋主打平民化嘅美式手工薄餅啊。當中咧就以菠蘿火腿披薩啦係最受學生哥嘅歡迎喎。佢哋位於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呢啲嘅大型商場嘅分店啦，最有特色嘅啦就係設有一個大型嘅透明玻璃櫥窗啊，等大家啦可以係隔住玻璃欣賞師傅咧喺入邊表演花式轉披薩皮啊。咁啊係當年極具標誌性嘅潮流地標嚟㗎，亦都係啦無數街坊同埋後生仔放假放學啦必定會去聚腳食飯嘅聚餐點啊。不過啦就好似係之前嗰幾個嘅消失的食店咁樣啦，佢哋啦亦都係啦隨住啦呢一個市道嘅改變啦，陽光一代嘅實體快餐店啦隨後啦亦都係功成身退啊，全數啦係結束營業㗎。但係佢哋嘅品牌咧就冇係咁樣咧就消失咗，反而咧係利用原本咧係精良嘅食品加工技術啦，喺2001年啦係創立咗專營啦係冷凍便當嘅全新品牌波仔啊，咁啊掀起咗香港叮叮飯嘅熱潮。雖然波仔呢個品牌啦之後咧就喺2014年啦已經係轉手賣咗俾其他嘅食品供應商啊，但係依家佢哋嘅產品包裝背後啦依然啦係印住陽光一代有限公司呢個名㗎，繼續啦係以另一種嘅形態啦係陪伴住我哋忙碌嘅香港人㗎。好啦，嚟到呢一度咧，今集關於呢一個消失的食店咧就差唔多要告一段落啦。咁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感想或者係想講嘅咧，咁啊歡迎喺留言區嗰度係留言啦，大家交流一下。咁喺往後嘅時間咧，早記三台呢條頻道啦，主要都會係同大家講一啲新聞時事啦。咁咧逢星期二同埋星期五咧就會係出片嘅啦。咁另外啦，如果有一啲突發性嘅新聞時事啦，係值得大家去關注嘅話咧，都會咧係另外再去出嘅。咁啊，所以咧記得啦，咁啊訂閱呢條頻道啦。咁啊，我哋咧就下條片見噶咯喎，拜拜。